有趣嘅，即係佢好多嗰啲細節都好接近嗰啲真實嘅人生，即係令我明白到都要努力追求夢想，要有一個目標先可以前進。今次嗰啲導師都有好好咁教我哋點樣玩呢個人生規劃，跟住又可以發掘到好多唔同嘅職業，可以令我嘅出路更多。呢次嘅體驗我覺得非常之好。我覺得呢個活動好接近我哋嘅生活啦，然之後可以幫助到我哋之後嘅工作發展或者其他嘅夢想。